这是一扇陪伴客户多年的白铁门，虽然坚固耐用，但随着时间过去，门体变形，回弹力不足，客户一直想升级，但又担心传统白铁门能装电子锁吗？这种老门装了会不会不牢固？门关不紧会不会影响电子锁寿命？后来，经过晴光科技专业团队现场评估，推荐安装这款晴光自家研发的白铁门专用电子锁。这款电子锁不仅针对白铁门结构加强设计，安装时也特别调整了门框与锁舌的角度，让原本需要大力甩门的问题彻底解决。重点是，它支援指纹解锁、密码、磁卡、蓝牙手机解锁，甚至保留钥匙备用，无论是长辈、小孩或租客都能轻松操作。门终于能轻轻一推就关上，安静又安全。晴光科技让老门也能焕然一新，从关不好变成质很关。如果你家也有这样的白铁门，晴光可以帮你。